其實咧，而家青年嘅失業問題咧，真係令到人哋好憂慮嘅。經濟係個前景咧係充滿不明朗嘅因素。根據我哋數字顯示咧，就係話如果香港咧，我哋仲有5.3嘅失業率，但係咧年青人嗰方面咧，佢大概有25%以上。咁所以呢一群嘅年青人咧，係特別係應該咧係受到我哋關注。我哋而家其實好擔心咧，就係一班咧高學歷嘅，如果匿埋咗屋企嘅，如果高學歷都埋屋企唔揾嘢做咧，將來就會引申啲社會問題出嚟。咁就青少年嗰個失業率咧，就長期咧都係比嗰個整體嗰個失業率高嘅。無論經濟順逆都有呢個現象。全球金融海嘯係使到香港大部分嘅工商界都面臨一個好困難嘅經營環境。我呢度想講咧，其實頭先講失業嘅情況，或者唔容易揾工嘅情況，有好多係結構性嘅問題，呢個真嘅即係唔可以話係即係睇啲學生。但係另一個我覺得個困難咧就在於心態。我投資咗咁多喺我自己身上，我讀大學，我讀完大學出嚟就係為咗做份 sales， 咁我讀完中都做咗啦個 sales， 對我個履歷有咩幫助咧？咁係咪真係大學生唔願意放低自己嘅心態？同學係點樣咧？佢係願意放到個人工咧係點樣咧？佢當你1000蚊一個月去做。喺呢個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喺8月初接咗申請以嚟咧，其實工商界已經提供咗超過7000個名額嘅職位空缺啊，係俾大學生做呢個實習。因為變咗就係我哋睇翻嗰個職位其實都好多元化啦，嗰個薪金亦都係平均都有成8500蚊啊咁樣。中總咧係已經係不遺餘力。我哋知道佢係真係有啲係特別咧係開立咗一啲新職位㗎嚇。喺今年暑假就我哋係撥款260萬，俾9家大學去進行13項嘅實習同交流活動。咁但係個問題係咪其實本身唔係個職業個數量嘅職位有幾多能夠去幫年青人增值？咁係咪每年都要不停派呢個計劃去俾一啲 working experience 俾啲新 graduate 嘅學生咁樣咧？如果本身個訓練係做到足夠嘅話咧，你根本唔使呢啲計劃。有發展嘅機會㗎，咁佢哋亦都同翻我哋講，即係如果同學佢係表現係理想咧，企業係好樂意，即係完咗個實習期之後咧，係會繼續聘用佢哋。真係有人幫手去跟嘅，但係同樣地咧，亦都有一啲嘅學生嘅反應咧，就係話去到真係做埋啲台行資產嘅嘢。答案咧都應該一定係喺香港嗰個產業政策能唔能夠真係幫到香港可以創富啊！大專咧畢業生咧，亦都可以透過自己嘅進修咧，加強自己嘅競爭力。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青年會同埋青年議會嘅事工，多謝各位。